我即马要为分区坐去南投的草屯，遮的公车咧，会差不多拢是为中华发车，有足侪车班拢会当到草屯，上远阁会当开到南投市哦。我今仔有约好一个艺术空间，等下就要来去参观。遐离公车站的近近嘛听讲足明显、足好找，所以即马就散步过去。哇，应该在遮吧？电铃伫遮。我是约好要来参观的伊犁。嘿，你好，请进放假吗？嘿，放这里。来，请里面请。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空间有够水呢，含外口差有够济，我哪像行到一个完全无共款时代的空间。请问恁这个空间主要是咧展览啥物物件？这个空间主要是咧展览一寡咱过去的一寡古文物。因为古早这个古文物拢是收藏嘛吼，咱即摆甲伊生活化，本来是一个安尼吼，你袂忘记的物件吼，即摆拢变成是咱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是。所以像这就是食饭的用到的。嘿啊，这拢是你看这日本时代回零机了，阿鲁米哦，是咱较早的日本时代回零机有拆起来无晓，遐材料甲融化了吼，甲变做一个签啊。安尼哦。这足侪物件拢是有年代的物件，像这亚洲各国的。即个古早的物件，阮拢有。像遮的物件，拢是为倒位去收来？当初嘛是家己算尔啦，就算讲物件伤济吼，摕一寡出来甲大家分享，拄好阮太太伫遮搞摆设，所以就是甲阮用即个空间安尼吼，互我遮原本拢是收藏伫个厝内底、箱仔底的物件吼，拢甲摆出来，然后大家观看安尼。所以是你家己设计讲，要摆倒位摆倒位。对，我请肖老师来帮我架设挂这些布。你指挥伊安尼，这边安尼较悬嘞安尼。对。我甲你来啦，亲力亲为的。哇，真正，所以这个空间真正是恁算做嘛是一个创造的空间。完全是阮家己处理。哇，我来看卖，好真正足水的。哇，这帽仔有够古锥，这是啥物时阵的帽啊？这是。大正甲昭和时代的帽仔，日本时代的，红婴仔伫用的。安尼足久啊呢，互因小学生的第一上课的感觉。这就是人咧无卖出去的库存的。像这个图啊，这本来是做啥物？薰草图，薰草，薰酒，卖薰卖酒的，伊陈列伫迄内底安尼。古早人爱靠陈列嘛，人可以看景，卖的人在为后壁开。恁遮的物件就是像日本啊，规个亚洲拢有，安尼来遮的人客嘛，敢有外国人？有的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有一次啊，一对情侣进来，然后拖着行李箱，我就询问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就说因为看到 IG 上面的介绍，然后特地来到草屯，来我们这个空间，而是搭我们这在地。草屯镇的公车来的哦，外国人吗？外国人，日本人。日本人，安尼足厉害呢，拢知影讲话安尼。我嘛是讲咱咬早起个食来。对，恁店的名写开啊嘛，是啥物意思啊？雅库亚嘛，就是摆
100、200的意思。哦然后亚马就是山的意思。哦，那百就是指器物的，我们挑选这空间里面器物的多样性。嗯然后亚马山呢，就是像我们外观的建筑有一个山的意象，沉稳出众的意思。嗯，对对对哦，连名拢遮有故事呢吼。像这身看起来就较现代的设计，旁边的古密的较无共款哦。嘿，是的，我们夫妻2位的现代的艺术品的收藏。所以恁这个空间就是有一寡新的物件、啊旧的物件，不是所有的物件拢是足古早以前。新旧交融，安尼才是一个现代的家庭，较无是像古早收藏家规间拢乌乌草草。对啊，大家生活嘛是安尼，有一寡物件可能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传落来，啊有的是咱家己爱、家己去买的新的物件。过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个吼较特殊的物件。哼，嘿，这嘿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敢若花卡吼。嘿，其实吼，你看伊无啥，伊这年代已经足久的，这是宋朝的物件。这个物件较早就是咧烧灰啊吼。啊，伫保护内底的即个碗，互伊袂去哦，迄花粉啊下着。咱国语讲叫做夹波，嘿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吼，你看吼，这一个碗放伫咧内底保护吼。啊，伊烧的时阵就安塌咧安尼。哦，安尼就是保护掉的嘛，嘿。哦，啊，咱咧烧的时阵有咧落花啊，就拢卡伫遮。抗干巴。啊，这烧好的时阵拔开，甲内底碗摕起来，就是一个成品。啊，这个物件拢伫因的窑址内底拢无咧用啊，拢等甲贵这年代遮久，对啊拢想讲爱伫博物馆内面才会当看到遮久的物件，结果恁就放伫遮啊。哎呀，像这个橄榄嘛是足水的呢，这是啥物时阵的物件？这台嘛是大概伫迄大正朝迄日本时代，嘿，这是较早用手工吹哦，可能嘛是放酒饮料，我甲摕来做插花一个材料。我感觉恁遮的物件吼，无一定讲，这一定爱做啥物，像你讲，摕来栽花，啊无就是若算做一个装饰品嘛，拢会使。古物金用，然后有一寡新的意义。嘿。哇，别有洞天呢！我来开门，这个空间足水耶，来随意坐喽。这厝遐拢哦。一个一个倾斜的40度我坐倒位呢？嘿，这3位都会使。哦好，我直接好，都可以的。那也想讲设计这个空间。学茶的时候啊，总是我希望有一个喝茶的空间，爱喝茶，然后去学茶，了解茶，然后创造了这一个茶宅空间。伫遮啉茶，感觉规个气氛拢无共。甲头前无啥共款。系啊，对啊头恁两位拢是在地草屯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才是。你才是一直拢伫遮。嘿，拢无离开过。为台北过来遮，应该一开始做不习惯的吧？非常不习惯。以前从热闹啊的环境，然后来到这么邻近的小乡镇，那朋友啊、亲友啊都在北部，所以那时候重心都在老公身上。薛老师本身是做雕塑的，做艺术创作的，所以在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下，对他的创作灵感非常加分，所以他就没有打算要离开草屯。我们先来品茶。安尼肖老师，你自细汉就住伫这附近吗？阮这是尾仔才搬来，我原底是住伫草屯街啊，阮较早开册店。哦，册店，那等下让OK，行去看我卖带你来看好卖，是一间50年的老店。加算做草屯较老这个所在嘛。系啊。我记那时阵才算老咧，这个中投公路嘛开啦吼，啊，搁这埔里国道6号嘛开啦吼，啊，所以草屯的人就越来越少啊。啊，就无像较早生意通做。啊，又好咧，加在阮妈因嘛是属于半退休状态，所以就是嘛毋免像较早做甲较忝啊。所以即马行以前就是改变足济。系啊。就是这间，这间册叫足久的啦。哇，你好。哇，真正是册店的味呢。系啊，这阮爸甲阮妈。头家娘你好。所以你自细汉就是拢伫遮。是啊。我都自婴儿就伫遮。就飞来飞去安尼。安尼你细汉读册时阵，敢有
就是带同学来遮买米。我来这写功课啊。哦，遮乖哦。啊，无啦，有的囡仔就来这，啊，无就来这耍安尼拢有啦。因为足侪细项物通看。啊，是因为册店的关系，所以肖老师你后来就是变艺术家吗？加减嘛。加减。我咧看一寡课外书哈。对对。我较早拢楼骹伫做生意，啊，我拢去3楼咧刻红仔头啦，啊，比一寡陶土啦，啊，做画图嘛有啦。你拢唔知影伊伫顶面创啥？唔知，我因为生理就有闲啊。我24去上班啊，透早8点来上班，4、5点才有下班。啊，因为伊迄阵拢会刻个布袋戏嘛，阮拢会去甲农会摕迄银角啊对无？啊，银角啊外口拢有一个布袋啊，伊就讲妈，你这互我，甲我车咧，我要做个布袋戏的内衬。哦，啊，我迄阵我就想讲，算这布袋戏拢无伫咧读册，安尼啦，好掠着，头家己刻，啊衫家己添，啊内衫我家己车，啊车好伊就家己用互伊规身安尼，伊逐工拢伫遐伫演互因妹妹甲弟弟看，啊，就楼顶就拢咧做布袋戏，阮拢毋知。哦，做老姐咧，顶面拢在演戏咧。啊，你较早毋知咱啦，对这个特别有啊，伊就兴趣。足兴趣的，安尼。讲开50栋啊，安尼遮个环境敢有足大的改变？较早一间厝住遮侪人。真的吗？不了恁哥有啥物人？上济是阮爸阮妈、阿公阿嬷、啊，阿哥、阿个是阿姐，阿个阮3个囡仔。做老姐咧，安尼就是大家族了。开店的时阵，遮嘛人甜甜啊，楼顶嘛人甜甜。对对。毋过像恁即摆呢做生意的，较轻松一点点嘛。轻松嘿，当然轻松多咧啦。加足轻松的，啊，所以我嘛足怀念当初我开店迄种方式吼，啊，阮甲人客中间那种距离哈。感情亲近啊吼，嘿，我嘛感觉这足些拢是国校啊、幼稚园要甲做阿公。嘿，啊，带家己的囡仔来咧。有的人客来甲聊。啊，个娘你爱认你我无？我安那，啊，我都前国校就甲你买，到即摆我搁带孙来甲你买。哦，听到这拢足感动。系啊，所以其实过去足无用、足辛苦迄个时阵，其实是真正做甲足满足、足欢喜的。足欢喜的，对。